告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为主的福音能让更多的人来听到来祷告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为我坚持到最后。
坚不磐石，却能战胜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对主说：我敬拜你。让所有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依然站立，现在是奉献的时间。